咱请准备先甲手机啊，然后手机啊咧关伫震动还是关机请准备先来礼拜，请走啊。恁着阿罗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是谁会讲起耶和华的大权能？是谁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既若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这个人就有福气。耶和华，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的产业三角荣光，三角的吟诗学到上帝，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记得并转手。星
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使徒圣经是信息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荣誉。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打一日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加节。经文第60篇，详细也是哥林多前书13章，伫信息后面1701页。我来刻，也请会众来用。我来会晓讲人的言语，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会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紧生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不过，迄个完全的记录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年了。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盼望、仁爱，这三项永远伫第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同心来祈祷。这位听众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的主，万物的主宰。愿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入世间，留伊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捆绑，得到救恩的喜乐、自由甲平安。愿献上阮的感谢。愿感谢你赐阮权柄做你的囝儿，有阮伫上帝的国度，也感谢你赐阮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同教会。互阮伫基督耶稣内真做合一，求主你赦免阮的罪，帮助阮除去阮中间一切歹，互阮会当彼此来相听，用温慈来相款待，来谦卑服侍，做主的忠仆。听阮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个人愿意将身躯献上，真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愿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阮就是爱用基督的心做心，也是阮的十字架来学习基督，互基督过活的生命，透过阮的身躯来显明阮的生活中间，来结出
过节节节，愿甲一切荣耀拢归予天父上帝。愿来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尊名来求，阿门。接下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20章第1节到第4节，7到9节，12到20节，好啊本圣经是92页，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是80页，显著，我来读20章第1节。上帝吩咐这一切话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捌带你对埃及地对做奴才的家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了家己雕天空上，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第7节，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要掠伊做无罪，就记着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第12节，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得着久长。毋通害死人，毋通行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假的奸证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乳猪、牛、驴，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众百姓看见雷电、声啊、哨角的声，搁山顶出现，百姓一个看见就尿尿喘。听伫对摩西讲，叫你甲阮讲，我毋要听，毋通上帝甲阮讲，惊了阮会死。摩西对百姓讲，毋免惊，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恁，搁互恁时常敬畏伊，免致恁犯罪。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学老，请信歌队今仔学老的习惯是听的礼物。
正道，咱请陈牧师要甲咱正道。今仔正道的题目是做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做基督徒的基本要求，请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的讲道是要续接顶礼拜10条诫，其他的7条诫要来讲。平常时牧师的讲道篇到4张paper， 4条纸尔。今日牧师印要10张。是第一段讲了后，牧师有让过，听好讲1点钟，所以为着要互大家人袂爱困，咱掀开咱的周报，最后一页26页有即个大纲，甲即个讲道的笔记。为着无爱互家己听到爱困，咱若是一面来写笔记吼，检查咱就较袂爱困。好，是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上帝。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恩典，你要互阮的福分，到阮甲兄弟姊妹三甲组织一只，要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也愿主，毋是互阮看字面上的意思尔，阮愈较需要你的信心的帮赞、运行甲感动，将你对你遐来的信息放入阮的心中。真做阮生命的帮赞，主阮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毋知影伫咱的厝内，敢有5岁以下的囡仔已经开始伫耍智慧型手机？5岁以下哦，就开始互耍智慧型手机。敢有国中进前，咱兜的囡仔就有人有个人的电脑。都会当家己上网安尼来耍。牧师高中的时，高中常常甲同学骑乌托摆出去佚佗。高中敢会使骑乌托摆？所以我常常甲警察走相掠，是啊，袂当光明正大来骑，伊还袂到会当考驾照的年纪嘛。我嘛还袂完成即个检验，才会当骑车的资格。所以当时的行为，或做犯法，进前，牧师看过一个泰国即推销电脑、平板电脑的一个广告。广告的内容是讲一对翁仔某带伊个囡仔去到即个山西电子产品店去买一台即个平板电脑。即店员问即个老爸讲：“请问你即台电脑是要买互啥的？”即老爸讲要买互我的囡仔，你的囡仔几岁？5岁。即店员讲好，安尼请你7档后较来领货。因为伊囡仔5岁嘛，店员叫伊即对爸母7档后较来领货。即对爸母听了真戆影。即老爸面笑真歹，当问讲：无你即马是咧讲啥？总是这位店员因真客气，嘛真诚恳，安尼来回答。伊讲：先生啊，12岁较是适合使用电脑的年纪。一这进前，恁的囡仔应该都爱开愈较侪时间，甲恁培养感情，佮爱用愈较侪时间来享受恁的疼，都爱用愈较侪时间来知影讲，甲恁做伙的一个快乐。即对夫妻听即个店员安尼讲了，因感觉真有道理。迄个原底想要买电脑的囡仔，嘛接受安尼的结果。咱转来到咱的圣经，摩西伊伫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前，伊捌用即个管仔变做蛇，来呼召以色列人讲，要带因出埃及的即位上帝，是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要引带因出埃及，要去到一个所在，是流年甲蜜的所在。这个所在是过去上帝应允予因的祖先的。总是咱发现讲出埃及记，经过摩西五经，咱发现讲，即代出埃及的人，因出埃及了后，敢有马上进入迦南地？无，先去到西奈山立约，过来是即个旷野漂流，
是安怎安尼？是安怎无法度直接进入迦南地？因为因的生命一当中是无法度活出、表现出上帝的荣光，所以上时伊嘛无法度会当享受迄个老年甲密、迄个稳定的所在。顶礼拜咱有探讨人甲上帝必须爱守的即个约，人对上帝爱守的即个约。即礼拜咱要对即个安息日来讲起，因为即个安息日摆伫第4条界，是因为讲即条界是关系人甲上帝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即个关系。即条界面，咱会当分几个点，来思考。第一个点，守安息日是要纪念上帝伫埃及地对因的拯救，这是第一点，要纪念上帝伫埃及地对因的拯救。总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咱并无出埃及啊，咱嘛毋捌叫人捆绑过，安尼咱是要纪念啥？咱基督徒敢有守安息日，还是咱守主日？咱是守安息日吗？还是守主日？咱守主日。基督徒守主日相共款，嘛是要纪念佮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活。上时嘛是要感谢主耶稣基督自我的牺牲，来完成对咱的救赎、对咱的拯救。所以旧约守安息日是要纪念上帝伫埃及地对的拯救。咱基督徒守主日是要感谢纪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对咱的拯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要见证上帝的权能甲圣业。咱知影讲以色列人伫旷野，上帝透早拢互因食啥？玛纳嘛对无？总是每一个人的份野，一个人一工会当捡几公斤？2公斤，一个人捡2公斤哦。啊，若是加捡超过2公斤的咧，留到过工透早会生虫、臭泡、烂去。所以每一个人逐工捡的玛纳，该当捡2公斤，加捡的过工透早就烂去。总是有一工，一礼拜7工内底有一工，你会当捡4公斤，你会当捡双倍。这工是对一工？其实是安息日的前一工，安息日的前一工，其他的日子捡超过2公斤以上，过工透早就安那。西塘烂去臭布，总是一安息日的前一工，捡4公斤双份的。当来到安息日透早的时阵，这个玛纳敢有烂去？无，保持新鲜，保持新鲜。这是要讲啥？这是要互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圣业，而且要互因一安息日所食的食物是袂朽烂。永远新鲜，袂朽烂，永远新鲜的。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基督自我启示。耶稣讲，伊是天顶的美娘，一夜内底有永远的活水，伊是活命的饼。虽然咱教会无玛纳通食，咱嘛毋是逐礼拜守圣餐，而且即个圣餐的饼甲杯，不过是一个记号。一个上顶的记号，总是主耶稣设立教会更较重要的事。咱毋是来遮食圣餐，毋是来遮食玛纳，咱是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伫信心的帮赞下面来食上帝的话，来食上帝的话，食做咱永远道路的帮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要表达这个安息日是这个立约的这个记号，立约的这个证据。守安息日将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圣日，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表达立约的这个记号。总是来到现代，咱守的是主日对无？对无？是啊，守主日，咱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以肉体替着咱来拍破。咱的灵命是由伊保护的啥物货？掠卡。
顶礼拜咱讲是有守圣餐，牧师讲即个血是啥物血？是新约，即个杯是新约用送的血设立的，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所以咱是守新约，所以咱守圣日，咱守即个主日，是咱基督徒对上帝表达讲，咱要守新约的一个记号，所以请咱一定每一个主日一定来到教会做伙做礼拜。第4点，守安息日是要甲生命的源头相结连。一旧约圣经的记载，特别是五世五经，一直记载讲，无守安息日的人会互上帝剪除。安怎剪除？发现有人一安息日照常做工课，会叫众人掠去到外面，用石头来甲啃死。所以侪以色列人是还未进入这个迦南地进前，就死伫倒搭，死伫旷野；还未进入迦南地，就死伫旷野；还未进入上帝要应允福音迄个流年甲美好的所在，就死伫旷野。咱咧，我要问的是，咱的基督徒，咱基督徒的迦南地是倒搭？咱基督徒的迦南地是倒搭？无守主日，咱的肉体会互上帝拍死吗？无嘛，我少年时阵嘛是无守主日过啊，总是5支镜头算会出来。我讲真正的，我毋捌叫拍死啊，总是死的是啥物？死的是一人命内底甲上帝的关系啦。死的是一人命内底甲上帝的关系啦。通过主日的礼拜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国活，一属人上是要甲永远活的上帝相结连。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劳工做奴隶，假使讲迄个时代一礼拜有7天，安尼我要问讲，以色列人伫埃及，因一礼拜工课几工？做工课做几工？逐工5工。迄个时阵无周休2日哈，迄个时阵嘛无安息日安尼的概念。咱知影来讲，犹太人伫埃及地是做奴隶哦，所以一礼拜7天，因做工课就几工？就7天，敢有休困？敢会看尽？都互人比拍倒安尼晒日会看尽吗？所以伫迄个情形下，肉体有损失，性命有危险。当以色列人受拯救了后，第7日，因的肉体敢有得到休困？因受拯救了后，第7日敢有得到休困？肉体得到休困，性命敢有得到保全？所以，这个安息日的休困，是要象征讲上帝互因的性命得到保全。那安尼，我要讲的是，咱守基督的主日，是要通过礼拜，互咱的属灵的灵命得到更新啦。咱每一个礼拜一只食上帝的话，都听诗歌，通过这个，咱要得到信息的优次，咱旧的性命较会使换新。一直换新，一直成圣。第5，守安息日是要互主耶稣基督来医治咱的心灵。主耶稣对安息日的这个教示，咱若是看到福音书，耶稣一安息日拢去到会堂做啥物代志？讲道对无？除了讲道，都有做啥物代志？医病赶鬼。总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认为讲，耶稣你安尼犯着安息日，因为你咧做工课。所以有一摆，有一个正手瘸去的人伫会堂内底，因要试探耶稣，问耶稣讲：安尼你敢有要医治这正手瘸去的人？3本福音书拢有记载这个代志。牧师直接综合耶稣所回答的。耶稣甲因讲：
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羊仔，咱咧去含起，你安歇你无要来捡起来。那呢，人敢有比羊仔较重要？有。耶稣继续问：那呢，既然人比羊仔较重要，伫安歇日做好的代志，敢有合律法？耶稣嘛问这个法利赛人讲：伫安歇日是要做好的代志，还是做歹的代志？是要救命，还是要害命？对一项合律法的要求。若是讲主要所专门通过安息日即医治讨棒人的人命，那安尼，我要问的是，咱敢有要伫主日来开放咱的心灵，互主要所通过信心来甲咱医治？咱敢有要通过主日开放咱的心灵，互耶稣来讨棒咱内底的捆绑？过去常常一教内底拢会讨论一个问题，讲安息日是犹太人咧守的，咱基督徒守主日，安尼咱主日该当做工课。头我讲过，主耶稣拢伫安息日安那，伊咧做工，伊咧讨棒人，伊咧医治人。今仔日主耶稣通过信息，嘛是咱每一个人的中间。咱莫问家己讲，我拜你该当做工课。咱来问咱家己，一主日的时阵，你有要互耶稣伫咱的性命做工课无？咱有要通过礼拜，通过主日，互耶稣有机会来医治、讨棒咱的心灵无？咱接续咱来看后一条界，第5条界是咧讲啥？大家啥物话？孝敬父母。第5条界关系人甲上帝属灵关系，嘛甲整个以色列社会的结构有实际影响。信仰的传承，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对父母来的。我要讲的信仰，以色列人第一届听到信仰的教导，毋是对学校，毋是对会堂，是对上来，是对家己的父母来，是对家庭来的。所以人若是无尊重家己的父母，本身就是得罪上帝的代志。因为当因得罪家己的父母，得罪上帝，因就无法度对父母遐来得到祝福。因为上帝赐福是要承接父母所传承福音的这个信仰。有一件代志，咱拢知影，父母对上帝遐所得到上好的产业是啥物？就是咱的囝儿嘛，对无？这是上帝赏赐予每一对父母上好的产业。安尼反倒来问，每一个囝儿要对父母遐得到上好的产业是啥物？是财产吗？是物资吗？还是信仰？是信仰。所以咱安尼来看，一代过一代，信仰的一直传承，就要互上帝赐福，不断降临到伫迄个家庭、迄个家族内底。而且一个人若是学向顺服迄个看会起的老爸老母，伊嘛当来学习顺服迄个看袂起的老爸老母。当伊学向顺服老爸的权柄，那呢，伊就绝对会当顺服上帝的权柄。当学向顺服，就要保持整个家族甲上帝利益的关系。上帝继续赐福是这个家庭。今仔人若是学向守这条诫命，会晓报答家己父母有赐的恩情，伊嘛绝对会向报答上帝的保守甲赐福。因为咱每一个做囝儿的人，咱受保守，咱知影讲是老爸老母甲咱照顾，对无？总是要问的是，敢是上帝通过咱的老爸老母甲咱照顾，还是老爸老母靠家己的开力甲咱照顾？是上帝通过咱的父母甲咱照顾嘛，对无？所以今仔日若是学向友好家己的父母，会向感谢，会向报答，相信伊就知影会向感谢背后迄位上帝。
第二项，孝敬爸母嘛是咧保持整个社会有一个健康的结构。若是讲以色列人毋知影爱会晓友好爸母、尊重爸母，就无法度承接利益所要带来即个应允，整个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就会败坏。所以当时，咱若看旧约的历史书、先知书，看到讲整个社会伫败坏的时阵，上时先知就会讲，迄时阵的人敢有咧守律法，敢有咧守诫命。若是讲无守律法、无守诫命的话，当时的人敢知影通好友好爸母？无。若是整个家庭一定安尼，我要讲整个社会嘛绝对会乱。咱接下来看后一个诫，第六诫是咧讲啥物话？不可怎么样？不可杀人，唔通杀死人啦！吼，我要讲的是性命是送赏赐的。上帝收赐的，特别以色列人的性命是送拯救的，嘛是上帝。所以每一个人毋通伤害别人，上时嘛袂当伤害啥家己哦，袂当伤害别人嘛袂当伤害啥伤害家己。因为咱的性命，犹太人的性命拢是属于上帝。毋若安尼尊重一个性命，上时嘛是尊重即个性命背后的家庭甲家族，一个性命降临伫即个家庭，是上帝收赐予即个家庭的产业，嘛是整个家族的祝福。总是今仔日，咱若是伤害一个性命，安尼我要讲的是，伊的家庭敢会上时受伤，做伙受伤吗？一个性命若是受害受伤，即个性命背后的家族，敢会有万分的心吗？特别是古时代，一个人受害受伤，伊会行顺顺，敢会计划要报仇吗？所以咱爱知影，害死一个性命，伤害一个性命，毋是只有伤害迄个性命本身啊，上时嘛是伤害伫伊身躯边的这些亲人、朋友，甚至会传到世世代代的子孙。上帝所颁布予以色列人的律法，除了将人害死，必须爱处死刑以外，上帝特别有讲哦，你若是拍爸母的人、蹂躏爸母的人，拢爱处死。但人拐去爸，将人当作是奴隶的，爱处死。你所饲的牛，人得受伤，若是无将牛都关好，人得死，这主人爱安怎？受处死，甚至当你伫遐计划、计谋要谋杀、要害人，你拢还袂动手去互人发现，安尼嘛得安怎？处死。你拢还袂动手，你只是计划尔，安尼嘛得处死。面对这个必须处死的律例，咱会发现讲，上帝不止爱人尊重性命以外，上帝嘛要坚固整个社会有一个健康的即个结构。头仔我有讲到，拍爸母的人、骂爸母的人爱安怎？讲大安怎？拢爱处死。家庭是社会上基本的单位啦。若是一个家庭的爸母无受尊重，信仰就无法度传承。这对一个甲上帝立约的族群来讲，是最严重的代志。所以咱会知影讲，啥第5条诫，着友好爸母，后壁会接即个啥物货？毋通杀人，啥会安尼接？如果讲爸母要互囝儿上好的产业是信仰，毋是地面上的即个财产的话，如果做囝儿的，所要领受的毋是信仰，是即安怎贪爸母的财产的事。安尼做囝儿的，敢会侮辱家己的爸母？有可能嘛？伊无信仰，伊毋惊上帝，伊想要贪爸母的财产时阵，伊就侮辱家己的爸母，这嘛算一种害死人的代志。所以为着要整个社会结构会当健康，信仰会当传承，即种侮辱家己爸母的，
即种人拢爱处死。面对即条诫命，主耶稣又搁较深的说明。耶稣讲，对兄弟姊妹受气，拢着受审判。无论啥物人骂兄弟姊妹废人，着上法庭；骂兄弟姊妹愚妄，着受地狱的火烧。对耶稣来讲，你干那受气，你干那骂人，就甲实际动手杀人相款严重。其实耶稣一只所讲的，正是第六诫真正的意思。第六诫一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或者唔通谋杀。咱圣经拢写啥货？唔通杀人嘛。所以杀人是讲敢有动手啊？动手啊嘛对无？总是谋杀敢有动手？嘛啊袂呢？你只是你计划尔，你是计划讲要害人尔，意思是讲你唔通用任何手段甲计谋来伤害人，致到死。所以耶稣开始讲受气，甲骂人就拢犯罪。而咱常常会因为不满的情绪，互咱开始一下计划要安怎，要来做歹啦，也是互咱开喙甲人骂啊。总是耶稣互咱知影讲，咱干那心内伤，干那情绪受气，就安怎，就犯罪啊，就犯罪啊。虽然骂人无法度伤害咱的肉体，请问你互人骂，啊你身躯会痛无？你身躯袂痛嘛？对嘛？咱的心会痛嘛？所以伤了敢有搁较深、搁较严重。只是人骂肉体袂痛，但是伤了是愈较深呢。但人骂是伤害一个人的灵魂甲人格。每一个人伊所号的名，绝对有伊背后的意义，嘛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就亲像亚伯兰互上帝改名叫做啥？亚伯拉罕。啊，使徒扫罗互耶稣改名叫做啥？保罗。这种代表一个人身份的改变。今仔日咱的名拢有代表意义甲身份的话，亲像耶稣讲的。咱若是骂人、废人、骂人好歹、骂人笨桶等等，这是骂人的话，这是咧侮辱一个人的灵魂，是咧消除这个人原本的身份，而且是咧否定上帝所授予予伊的性命。所以，耶稣的解说下面，这条诫，咱特别要来对付咱家己的心，毋通因为对人有不满，煞来继续。开始来计谋、计划，要做一寡代志，讲一寡话要来伤害人，致到互人的灵魂受这个损失。我要讲的是，咱的肉体受损害，会当膏药啊嘛，会当休困来恢复嘛。安尼，咱的灵魂啊受损害，爱开偌久的时间来恢复？有当时灵魂受损害，是开愈较久的时间来恢复。灵魂受损害会互人郁卒破病，无法度正常生活，甚至最后敢会自杀。要杀一个人，有当时无需要咱提刀提枪，咱敢需要啥货？讲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就讲达到。所以咱一定爱对付咱家己，毋通出现谋杀的念头，咱嘛毋通快快受气。接续咱来进入第7条诫。第7条诫讲啥物话？不可奸淫。毋通惊奸淫。总是要讲这条诫进前，咱爱了解讲当时的环境背景，甲现代无共的所在。常常一个月内底，尤其是查甫人，就爱讨论一件代志。因拢会讲啥旧约的查甫人会当娶足济某。我心内想讲，你若经济体力会堪进，总是迄是旧约啦。咱知影一件代志，实际上是旧约时代，尤其是古时代，敢是常常就突然发生战争。
查甫人出去做工课是田内底，敢会拄着强盗，敢会拄着这野兽的攻击。所以一古时代，查甫人伫外口做工课，迄种危险是比查甫人较悬的。所以查甫人伫当时死亡的比率比查某较悬的时阵，男女之间的人口的比率会安怎？敢会差遮济？都会差真济对无？上时当时的查某人伫社会上敢有地位？因无地位，因顶当是查甫人的财产之一。所以未婚的查某人，若是一直找拢无翁婿，原本照顾因的老爸，原底照顾因的兄弟，无法度得照顾因的时阵，因伫社会上的地位就真低。互人看轻，甚至互人欺负。所以上帝应允下面要保护这个找无丈夫的查某人，所以上帝只好应允啥物货？查某人会当娶真济的某，总是娶真济的某，毋是为着个人的欲望，是为着啥物货？为着责任啦，毋是传后代遮尔简单的，毋通拢小安遐去。是为着责任，是为着这个查某囡仔生活的保障，生活上面的保障，是为着这个。第7条诫，甲第1条诫相共款。人若是无法度对上帝有属灵的忠实，就无法度对婚姻有属灵的忠实。耶稣伫马太福音有记载讲，耶稣讲。若是人用邪念来看一个妇人人，心一定是心内来一定犯奸淫啊！吼，伊讲用邪念看妇人人，这毋是咧讲实际发生的即个奸淫，乃是咧讲思想，也是讲意念顶面的即个无忠实。我问的是，上帝敢会使咱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上帝敢会使知影？若是讲上帝一定会当知影咱的心思意念，总是咱的心内佫会当犯罪的话，佫会当对上帝无忠实的话，安尼我要讲的是，咱对人嘛相共款会当无忠实。创世纪第2章24节讲，所以人要离开伊的爸母，结连伊的某，就成做一体。伫即个创造的即个设计下面。上帝所安排的是男女几个人，两人成做一体。上帝敢有讲足侪人成做一体？无，是敢有男女2个人尔成做一体。先知书不管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是何西阿等等，拢是用新郎甲新娘来披露讲上帝甲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咱也常常看先知书，当先知用新郎甲即个新娘来比喻以色列人的时阵，其实拢是咧责备这犹太人犯属灵的奸淫。因要来犯这属灵的奸淫，恁想一下，牧师啉遮水。因为故意等一定讲1点钟去啊！来，以色列人要安怎对上帝犯这个属灵的奸淫？顶礼拜有讲到，因为家己雕刻啥物货？偶像啊！所以拜偶像就是安怎犯属灵的这个奸淫。总是当犯属灵的奸淫的后壁，就会发生实际的奸淫。因为当时拜巴力。拜女性的这个崇拜仪式内底，常常会发生一件代志，啊呐，或者杂交啦，或者乱交啦，这是上帝足无爱看起的代志，无忠实，犯奸淫。所以，既然10条诫内底，上帝爱以色列人伫信仰顶面爱专一，相信伫即个专一的信仰下面，上帝毋望婚姻是会当专一的。一新约的福音书甲批信内底，嘛常常用男女之间的婚姻
来讲基督甲教会的关系。特别提摩太前书甲提多书拢有讲到，伫教会内底，你要做监督的人，你要做长老的人，你要做执事的人，你才会使有一个某，你才会使有一个某。伫信仰上，咱爱对拯救咱的上帝忠实；伫婚姻上，咱也爱对上帝所匹配互咱的另外一半来忠实。最后，咱要来看其他的3条诫命。这3条诫命分别是：毋通偷窃，都有啥意思？毋通做假的干净，嘛毋通安那贪厝边的一切。啥问厝边是讲咱的厝边啊会徛家吗？厝边是讲啥？来，咱遮对咱四周围的人看一下好无？看一下我们四周围的人。坐你边的人，就是你的厝边啦。圣经所写的厝边，就是讲每一个人，咱边啊所拄着的人，毋通贪咱边仔的人啦。这3条诫命彼此之间有真密切的关系。特别，咱若是以第10条诫，毋通贪心，咱用这条毋通贪心回头来看其他9条诫命的时，咱会发现讲，这个上帝甲人利用的内容，是上帝的权柄甲人的欲望之间的冲突。我来讲一届，10条诫命，咱若是用毋通贪心来回头看其他9条的话，咱会发现讲，这10条是咧讲上帝的权柄甲人的欲望之间的这个冲突。咱来看第8条诫命，第8条诫命讲的是啥？毋通安那？毋通偷窃。咱看这条诫命的时候，咱想的是啥？毋通做贼仔嘛。真简单，你毋通做贼仔嘛。总是这是较矮化的讲法，较广义的观念是讲，咱毋通用任何的方式、手段，想要去掌权，想要去得到无属于家己的物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简单举一个咧，若是讲缴税，是做一个国民的义务，那安尼走税，敢有算偷窃？敢有算偷窃？我只是无缴出去尔嘛，安尼敢有算偷窃？应该爱纳出去，互国家政府用的。你无纳出去的时阵，你讲是摕政府的物件。所以这算偷窃。一校内底，咱咧写报告、咱咧写论文的时阵，咱若是无清楚来表明讲，你使用的资料是送的，是对倒位来的，你敢有偷摕人智慧的财产、智慧财产嘛？对无？啊，考试做壁，你摕到无属于家己应该有的分数，敢有算偷窃？敢有算偷窃？有。上帝予咱每一个人的恩赐，咱若是无照奉献、无照服侍来回应上帝，敢有算偷窃？敢有算偷窃？其实，这个世界一定充满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偷窃。人甲人之间互相骗来骗去，总是到最后，无人会当得到好处。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自由、尊严、甲权利、发展的机会、资源的分配，其实拢受到剥削。基督徒活伫一个充满偷、拐、抢、骗的社会结构内底，咱真正面对真大的挑战。而且无意中，咱基督徒嘛常常去犯着偷窃的诫命。我要问的是，咱现场敢有人无智慧型手机？毋是有哦。无智慧型手机，无人也抢，所以每一个人拢有。自到呾，你一定换几支智慧型手机去啊？咱刚知影讲，要生产一支智慧型手机，所付出的代价有偌大？毋是咱去
手机仔店所纳的遐个钱尔。一生产的过程，为着要摕到智慧型手机内底迄个特别的金属，常常大自然的环境受到破坏、受到污染，甚至要触到的迄个所在动物啊，嘛受到毒杀，甚至侪人伫炭坑内底、矿坑里面，为着要挖迄个金属来受伤、来死亡。伫制作的过程中间，因为遐个工人常常接触遮个有毒的原料，遮个工人真侪拢得到癌症来死。这是一支手机仔制作出来的整个过程。安尼，我们问的是，咱敢是常常伫享受迄个咱付袂起的代价？咱继续来看第9条戒。第9条戒是讲啥物货？毋通做假感情安那，陷害人的厝边，陷害人。到底人伫啥物款的所在，伫啥物情形下，会当做假感情来陷害着人？伫有官员也是审判官在场的即个判断的场所，总是我要讲的是，伫古时代，特别是伫抗野对倒来的法庭。对倒来的法官，无即种物件，因是抗野呢。咱的手头圣经，咱掀开出埃及记第18章。出埃及记第18章，摩西家己一个人，对透早到黑暗，拢咧处理人民的纷争。伊的仇人问伊：你到底是咧无用啥？伊的仇人问摩西讲：你是咧无用啥？摩西回答讲：因为百姓到我遮来问上帝，因有代志的事就来我遮，我就伫因双边的中间，甲因判断，互因知上帝律例甲法度。伫以色列人出现审判官进前，我要讲的是，上帝家己就是审判官，上帝家己就是审判官，神帝的责任就是爱教导。当时，才会人民上帝法度甲律例。先知的任务只不过是将人民纷争的案件摆咧伫上帝面头前来求问上帝，互上帝家己来判断。总是摩西的仇人感觉讲，你安尼做伤忝，你靠法度一个人家己来解决所有的代志。所以咱看到讲。伊个仇人叫摩西爱设立啥物货？100夫长对无？1000夫长、10夫长，这是属灵的领袖，因爱敬畏上帝，因爱知影律法，爱知影诫命，爱知影上帝的旨意，来斗帮忙处理人民的这个案件。总是迄种恶理解决的，交予摩西，摩西才交予上帝，互上帝家己来判断。这受选出来的领袖，因拢知还是敬畏上帝、诚实、无拉三、公道、正义，因为因拢是替上帝咧审判。申命记19章16节到21节，有讲到讲要安怎来对付即种做假干净的人。若是有人做假干净，互人发现，那安尼，即个做假干净的人，伊原底想要陷害别人的方式，会来处罚到伊家己。比如讲，伊做假干净，要害人讲爱赔一只牛，总是伊互人发现讲伊做假干净，对方讲得赔牛，毋免，伊做假干净，安尼送爱赔一只牛，家己爱赔一只牛。若是讲伊要做假干净，互人去面对死刑。互人发现讲伊做假干净，那安尼是爱送面对死刑。做假干净的人，家己爱面对死刑。面对这条诫命，牧师一只敢有互咱一个教示，互咱一个观念：上帝永远是最后的审判官。上帝永远是最后的审判官。咱伫即个世间凡事讲究即个证据的即个世界，
咱人无一定会当了解全面，有时阵咱嘛毋知影真相是啥物，所以咱真正毋知影的代志，咱着讲啥物话，毋知。咱无确定的代志，咱其实会使毋免出水，保持恬静。古时代审判官要判断进程，应该即详细去调查。那呢，咱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啥物代志拢详细去调查嘛？所以咱千万毋通随便公开对一个人，也是对一件代志来表达看法，因为世间有世间的审判，总是当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上帝会将审判权交予耶稣，互耶稣重新搁审判一遍。最后，咱来进入最后一条界。最后一条界是咧讲啥物？毋通贪你厝边一切所有的啦。贪心是人类一切欲望的开端。为着要满足这个欲望，人会当运用任何的手段来达成，甚至是为着要做满足家己的欲望来做歹，无将歹当做歹。暗贪甚至会造成连续的犯罪。啥人贪心会造成连续的犯罪？我想，咱人人知的一个故事，大鼻王。大鼻王就是因为贪人的某，伊贪人的某，所以伊连续来犯罪。伊讲是甲人的某犯奸淫，对无？为着要暗藏这件代志，伊将对方的翁派去战场的上头前，互伊死伫战场。总是这个代志，有法度得闪上帝目睭，无法度。所以大鼻王上是犯着奸淫的罪，嘛犯着杀人的罪。最后，伊伫先知的责备下面认罪悔改。相款，北国以色列的一个歹王，或者亚哈王。亚哈王伊足介意拿伯的葡萄园，伊足介意。总是这个拿伯讲，这个葡萄园是我的祖先传承落来，我袂当卖出去。叫这亚哈王就真生气，真郁卒。最后，一王后的提议内底，伊计划讲啊，你要安排2个匪类，啊，要安排一个禁者祈祷会，互拿伯坐伫众人的中间，迄2个匪类就爬起来做假干净，甲定罪。结果就是拿伯一人的控告下面，互人拖出去用石头啊啃死。那呢，我要讲的是，这个亚哈王伊犯了这10届几条罪。第1条嘛，贪心嘛；第2条嘛，敢有做假干净；第3条就是偷摕啊，因为伊用毋对的手段安那摕到无属着伊家己的物件，所以贪这件代志会造成咱人连续的犯罪。对安尼，咱会当知影讲，咱人若是无对付家己贪心的欲望，就有可能就是无将歹当作歹，只是将歹当作一个手段来满足这个欲望。人会贪，是因为毋知影知足，也毋知影凡事感恩。人会贪，上主要的方式是对上帝无满意。人会贪，是因为无认捌上帝。上主要是无认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咱即个结论，咱结论来讲，若是讲第10条界所禁止的贪，是一切做歹甲犯罪的起头。那安尼，第10条界进前的即个箴言，就是伫讲活命甲正义的即个起头。是箴言的部分，上帝爱以色列人明白，因的性命是属伫上帝的，性命的所有权在伫上帝。总是第10条界所讲的即个贪心，就是伫讲人的欲望，想要将所看起的物件抢来当作是家己的，想要将家己所看到的物件凡事拢当掌权，而且为着要满足即个欲望，
可能会做出真侪歹代志。甚至10条戒内底，嘛有讲到毋通雕刻偶像，因为人贪的欲望，甚至想要通过偶像行法术，要来控制啥？控制上帝。上帝为着救以色列人付出真济，上帝是埃及地降落10个灾祸，因出来了后有风潮火潮，甲伊引出。上帝都分开红海，互因逃亡。上帝互以色列人一旷野有水啉，有物件食，有饱食。自头到尾，上帝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佮照顾因，保守因的性命。上帝所爱是以色列人认伊做主，认伊做主。所以第10条戒上深层的这个教示，是爱咱人认上帝做主。毋通咱人想要家己做主，想要家己忙行事，拢家己做主，啥物物件拢想要掌管，想要掌过来。其实人家己想要做主，掌管家己的性命，想要做上帝，这是创世纪就已经发生啊。上帝互亚当夏娃入伊甸园，伊讲：四命树顶悬的果子，敢会使食？四命树呢？四命树会使食嘛？总是迄种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敢会使食？袂使食。撒旦通过蛇，就甲试探吗？上帝讲真正袂使食，煞毋知恁的上帝惊了恁食了后，你要甲上帝相共款，你听好做上帝。所以亚当甲夏娃心内欲望，迄个贪的欲望安那，就来食迄粒分别善恶，因因家己想要做主，想要掌管，想要做上帝。最后也是讲，将10条诫命用一句话来解说伊的目的。10条诫命后用一句话来解说伊的目的，迄就是治罪才是上帝。谁才是你的上帝？你要喊上帝做上帝，这10条诫命，你靠法度去守。你若是无认上帝做上帝的，这10条诫命你逐条都会去犯。最后结果来讲，有基督徒讲，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基督徒一定无伫犹太人的律法甲诫命下面。咱无受到诫命的约束，迄不过是犹太人甲上帝之间的旧约。然呢，我要问的是，咱即2礼拜所讨的10条诫，咱有必要守？我直接问咱啊，这是旧约啊，上帝甲犹太人立约的旧约啊，基督徒敢有需要守？讲无需要，还是讲需要？拢着一半，拢着一半。以色列人得救是啥物会得救？是肉体得救，是肉体得救。但是因必须爱经过旷野、灵命才会得救。但是咱新约时代，咱大城是咱的灵魂的灵命安那得救。若是讲咱得救的赞处，是放伫灵性属灵的赞助的话，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审判，嘛是伫属灵的赞助。耶稣讲话以来，毋是要废除律法，是要互律法更较完整。所以这2礼拜咱所讨的10条诫，对咱基督徒来讲，咱毋是真正做出来，较是犯罪。耶稣讲，念想就安那，就袂使想。念想都袂使想，有一点仔歹念头，咱就是得罪上帝。然呢，最后我问咱一个问题，请问咱活伫恩典时代基督徒，敢有比旧约时代上帝选民更较好做？我阁问一解，咱活伫恩典时代基督徒，敢有比旧约选民更较好做？有吗？有啊，无啦，也无。
十条界你是念修得安那？得犯罪啊，修得犯罪。所以咱活伫这种稳定的时代，总是咱基督徒较有好做，真正无较好做。感谢主，旧约时代有摩西、亚伦诚做因的中保，常常教示因上帝律例甲诫命。总是伫咱新约时代，上帝手术信心保护书伫咱的中间，诚做咱的提醒，诚做咱的境界。所以，愿信心帮助咱，引带咱面对这10条界。真正咱对付咱家己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咱有信心来充满咱，甲咱三个弟弟，引带咱来行这条正诚的道路。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通过这10条诫命，我知影讲。上帝，你是因为要疼我，你毋是要限制我，你毋是要约束我，你是要互阮重新活出主上帝你的形象。你是要互阮人甲人之间会当彼此相听，特别是即个新约的信仰团体教会。伊嘛毋望教会活出基督的形象，总是主，阮人真正有限、软弱，阮常常面对济试探。主啊，过去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怜悯阮、赦免阮，总是求主一未来的道路，真正你的信心来监察阮、提醒阮，毋通有歹的念头，毋通有歹的计谋。求主，你的心引带我，安尼祈祷，恳求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毋是638首，咱就出欢喜的声，咱就出欢喜的声。
陈秋信技术来实现。咱若头一摆到教会来，毋知奉献的意义会使免奉献。这个报告的先咱来看今仔日的根据。伫周会上后面，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谈一遍。伊是耶和华咱的上帝，全地拢有伊的判断。伊纪念伊的约，直到永远；伊所讲的话，直到千代。诗篇156篇第7跟第8节，请。周会第一咱顶礼拜咱聚会的情形甲即礼拜甲后礼拜咱侍奉的人员咱请咱家己来看，家己注意。第二咱就讲咱团契的聚会甲教育的课程，甲主任会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咱经过第三咱教会的小组的聚会。咱逐区咱会聚会的地点甲时间咱请家己来看。第四甲第6来是咱小组的代祷事项，咱来为咱兄弟来代祷。咱因开周报的第7咱福建民事，咱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来向中级来提出来更正。周报第8消息报告。本主日今仔日是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请咱为着这个事工来奉献来祷。今日下晡1点，伫7公路来教室来举行中级团契首长的训练会，请新负任的中级团
体首长甲干部来出席来参会。这礼拜啦，12月21，咱是青年礼拜要举行献茶式，咱请准备先。主题，第一，伊主题是少年团体的主题。请咱兄姐来为这个少年团体的事工来关心，来带导暂时伊主题要举办咱敬老节敬老节即马来补充这个报告的名单吼，咱可能事单我来念一下吼。请咱时势吼，我过吼，咱来注意吼。下礼拜会带咱长辈来参加。90到99岁，偏社满约，老在金，甘仲尧由陈陈燕担任，阿全即是90岁到99岁。80岁到89岁，胡潘锦庆陈国图，宋陈秀凤陈秀凤。陈桂金英、李可丽、陈佑兰、庄元章、欧优兴、李元简楚桂花陈华山杨竹华、萧雕选、陈福专、潘瑞琼、谢季陈碧莲刘锡鹏陈李国斌、陈奇妙、陈秀明、李金銮、蔡素莲、李金美、陈美桃、陈桂阿双郭阿双李梦秀、林雪香甘婉文郭美兰这是80岁到89岁70到79岁黄万基梁明雄、赵淑英、郭阿丽、陈六柱、林炳宏、陈淑贞、钟清新、吴秀娥、林显雷、梁义水、陈各明、贾珍、林商茂、吴美惠、林淑慧、林陈淑贞、徐雪英、庄慧珍、陈林淑珠、李曼英、涂秀莲、庄淑丽、穆家硕、苏红美、陈文龙、黄朝勇、张富国、陈义敏、林武雄、陈处罗黄爱莲、赖信平、高登勇、陈秋花、蔡锦燕、庄明美、张美惠、苏优莲、张彩凤、李秋蕊、邱红史、李庆章、庄玲龙、王秀燕、陈义凤、陈基正这以上的名单咱后礼拜要举行敬老节若知回来，若知讲无伫遮名单内底咱请甲办公室来提醒甲这个名甲列入继续来报告。伊做咧下晡1点，伫705会室来教育部要主办信用自救的讲座咱邀请阮志明老师来主讲欢迎兄姐踊跃来参加共同来造就这里下晡7点半，伫701会室来调归行政部的会议，交部门来出席来参会。小的消息，第一，2018年度中级当选的名单张乐是陈建州跟李云辉执事是黄传进赵美珠、刘泰山陈柏言咱甲恭喜愿上帝来祝福你。教会消息，第一，圣经会考希伯来书要考希伯来书第10到13章在位8号拜三暗时7点半伫圣经会考的总复习12月12礼拜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咱的圣经来会考。第二，台湾教会少年团体的
户外的灵修，时间是11月初8，拜三早起是8点伫教会来集合。要去的地点是台北的士林官邸甲阳明山，费用是每人100块，人数是40人，额满为止教改的消息，咱新地中会乡里部重阳节感恩礼拜时间是10月26在拜四，这是8点，咱伫教会来集合来出发咱就爱穿教会140周年的纪念迄个衫还佫炸迄个健保卡甲身份证咱现几个酒务伫到遐最后老师的灵命培育生活营生命之粮跟活水的前引时间是11月初17、18、地点伫高雄的中华电信训练所费用是每一人是15块。咱详细咱看1楼的公布具体消息伫本会李周氏技术的爸爸李阿炮先生蒙做文调加上以民间的习俗办理丧事的礼仪伫10月19就是拜四早起时7点伫主体来举行公祭咱为了商家来代祷安慰遗族。伊地址是莲华街39号。第二本会任真理姊妹妹妹任安妮姊妹安后的礼拜是平顶进信会来主办第10月16，就是明仔载拜一再个是9点，伫同宾馆天德厅来举行咱本会党务师要伫安友礼拜中来接导，咱生活队要来分析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介绍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直接来介绍以及补充报告。先来介绍这位兄弟汪庆云、汪清云、汪庆云兄弟，来请起你来咱拍花来欢迎。请坐，请咱等下招待，当招待伊来到6楼，甲咱做伙享受这个爱餐。另外就是透过周报第9页讲到具体消息，是这个明仔载认真年姊妹的妹妹任安妮的安休礼拜，牧师去参加，毋若是伫安休礼拜足倒，一节进前的日念礼拜，是由牧师甲团队一起来主持。所以咱的中职若是有闲会当半工，咱做伙来参与即个日念的礼拜，做可以直接来陪伴，甲因安慰。以上一只介绍以及补充报告。上营信息第391首，俄肉天定主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
天父上帝你的疼头，以及信心的相通印刷帮助阮来行这条车行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会场请坐，祝歌。咱来行平安礼，咱请今日咱甲咱出兵甲讲平安，上帝听你。